民众党郭文哲除了牵涉金华城案，另外嘛标出大选做假效，伊用补助款4300万去买办公室的争议。伫郭文哲昨昏伊嘛有开记者会，伊有向支持者会实的，伊嘛宣布伊要向党内请假请3个月，要接受调查。虽然争议不断，不过郭文哲嘛强调讲，第三势力的伙计袂因为安尼就花气。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的。最近加入起几项争议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今日回唔到，伊讲因为种种的错误，已经咧考虑要向党请假3个月，暂时离开党主席的职务，主动申请调查。因为这种种的错误，你知道我几经思考，你知道我还是要向党请假3个月。我个人也要好好反省，你知道我到底还能不能带领台湾民众党？到底还能不能给我们的支持者一个愿景，还有继续前进的力量？现在代理党主席的人选，民众党讲以党中由中央委员互相推荐，会赶紧决定。现在针对提4300万选举补助款来买商业办公室，郭文哲讲确实是考虑了无周至，造成外界负面的观感。不过上班敢要交付信托，会由律师来评估。嘛讲上班甲租金都是要互民众党使用的。针对政治现金无实在申报的代志。迄当阵的郭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表示，经过2礼拜检查甲比对，发现支出漏交期无报的有210条，支出减报的有130条，计共1937万5409块。记者会嘛公布甲木科公司合约有争议的代志，双方对授权金的理解有真大争差。靳总主张139.9万元，木可主张授权金是1500万元，这当中的落差我们感到无法接受。我们要求木可公司应该要退回争议的款项1360万元。要相信专业的，对方，这到底是要告要怎么告，还是要怎么弄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钱聘律师呢？在记者会上尾，郭文哲嘛带领民众党全体党公职向支持者激将回实的。郭文哲嘛强调讲，虽然犯错，不过第三势力的伙计是袂花气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